甲你讲，我头拄伫公园啊，捡到这足水的石头呢。你捡石头创啊？这是我的兴趣啊。你是偌无聊，才会甲捡石头当做是兴趣啊？放到尊重好无？顺哥嘛叫伊捡石头的啊。哦，你讲啥无聊？等，我毋是迄意思，我毋是迄意思啊。所以你捡石头创啊？迄张树仔下口，当时会出现一寡白色的石头。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你要捡，干那当捡白色的哦。你若捡到乌色的，你的手会黏黏的哦。等，你捡的迄是狗屎吧？石头啦！无，我问你一下吼，你迄石头是毋是偏翘一个怪怪的味？你嘛有捡过哦？你知哦？迄就是狗屎啊！真的啊，假的啦！你即马才反应过来，你是泥头食菜头，泥尾才长扫哦。啊，我这个手袂当抵啊啦，要安怎啦？你较冷静，莫甲我回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哦。无要紧。啊，毋过我细汉时阵捡足济送学同学呢。刚才我迄时阵钓你无熟悉。啊，我毋是雕工啊。等下，里面有太高物件，我甲伊背背。哦，多谢。等下，太有一个臭臭的味。啊，我毋是讲我头拄有捡。你讲迄个石头，对。你无洗手哦，这个面我无爱啊咯。无要紧啦，你规工一个洗面共款啦。我只是面较臭，我毋是面顶一只高屎呢。